你有冇試過一啲金陽啟時確？明明生活低落好平淡好穩定，但細膩內心深處總是有一股講唔出來不安。處及斯一團散無區，溪濃木更無聲無息更籠罩住。呢係日常生活，又好似一項離低無兜界大石頭死死緊壓住你嘅心口，令到你每一次呼吸都覺得好沉重好費力。為啦逃避呢從感覺，你搏命咁令到自己忙啲，你加班加到深夜，諗住用低報表用低業績係填補內心各個空洞。你瘋狂咁錄手機遞短片，想用各低碎片話啟資訊啟麻痹自己啟大腦。你捏埋十二攞契人群入面，或者乾脆大餐一餐，想用感官啟刺激去抵禦結果，令你窒息啟孤獨同緊繃感。但是這個呢，當熱鬧過後，當隔熒光幕熄咗，結果焦慮感反而好似影子咁。你跑得越快，佢就跟得越貼。隨時深夜你枕頭邊對住你細聲講大聲笑，隨時清晨你照正凱時候同你對望。你乾脆當情達人，當情負能量，當情一低一定要剷除契雜草。但係今日我要話依家足以顛覆你後半生契真相，必你聽。你以為十度折磨緊你契焦慮，此時細你衣食玉面契一樽呼發神。我知道呢句亦聽落好荒謬，甚至有低無近人情。一格令到我帝瞓無安食無落蟹，也點樣為世保護我帝啟神呢？佛陀十為莫急經，玉面曾經留低過一句真龍法規其名言：隨其心正，則佛途經。呢句亦概心意識邊度？就細話我哋感受到佢外界環境，本質上全部都係內心佢投射。呢啲到啟焦慮，係一場災難。但細決無啟人，啲到啟焦慮，佢係一場即時雨。為自遞到啟焦慮，尊名為焦慮，啟付發神。之所以用咁激烈、咁痛苦啟方式嚟到你身邊，並無細想毀滅你，而細想救你。隨勢用緊呢，從近乎殘忍啟推動力，佢提醒你。你行得太快啦，快到連靈魂都跌咗閘後面。你求得太遠啦，遠到連自己本性入面海寶藏都冇記得咗。是呢個跟炒鬧啟時代，我哋每個人都好似一部超負荷運轉啟機器，冇地被社會啟齒輪加住行，被迫去追逐金錢名氣同埋所謂完美啟關係。我哋好似十一場永遠跑無環啟馬拉松入面，無敢停，甚至冇敢回頭。而焦慮朝西你內在靈魂發出係公崩身後，再咁樣落去，你會徹底迷失㗎。如果你願意放低成見，無再僵處當成一個需要一字啟並，而細僵處當成一個等緊你去解碼啟密碼。你會發現焦慮其事細呢層靈魂火災玉面逼你借火點燈啟架支火柴。十進入呢段深刻啟付錯智慧同埋轉念之法之前，我想請你先做一件事，請你試評論勾留低呢八個字隨緣放下自在清淨。呢句無殘仔細，一句簡殘啟，祝福更加細，一層意時啟，願力發射。當你一個字一個字打出離開時候，你此時思同你啟潛意識發出一個好明確啟身後，你準備好唔再同嗰股緊繃感對抗啦。你準備好停站，準備好去聽下架股能量背後最真實啟生。八個字
將圍城。為你結下嚟呢段萬字，旅程入面楷夫辛苦幫你打開嗰道通往大自在楷門。和帝跟住落嚟要探討佢，絕對無細咩簡殘佢心靈雞湯，因為細科學楷教導啲嚟，想消滅焦慮楷呢個念頭，本身就細一重更深層次楷焦慮。我哋要食佢細關做，是隨地下呢廠靈魂楷何齋，到底十度燒緊低咩？細燒食材上面，定細燒食影字上面？好多人問我，點解佛陀2500幾年前就已經遞穿咗現代人海精神危機？因為人性楷本質從來都冇變過。2000年前佢眾生焦慮生老病死，焦慮田產窯羊；2000年後佢我哋焦慮供樓供車，焦慮仔女讀書，焦慮自子食焦米，自雙面佢成上講明變咗，但細角粒攀緣心冇變過。格立心好似一支坐湖定台馬流金，永遠食過去佢後悔，肉面反芻食未來，佢擔憂肉面跳嚟跳去，唯獨細湖近扭扭時時金扭食當下。你有冇想過，你所焦慮嘅嘢90%其實都冇發生過，甚至永遠都唔發生。但細你楷身體，你楷精神，你楷神經系統，卻為咗覺低，雖無縹緲楷幻想，付出咗真實而慘痛楷代價。你用而家楷學育去餵養未來楷恐懼，呢件無通無細，世間最荒謬楷交易咩？佛法入面有一句好震撼楷說話，叫做煩惱即菩提。呢句無細口水歌，而是一個精準楷能量轉化公式。焦慮呢，故能量本身是種盛楷，隨後是一股巨大楷洪流。如果你捉起個大把屎屎咁難租處，除就為沖他你楷精神世界。但係如果你學時點樣疏導，學時用智慧楷閘門去引療呢股焦慮楷洪水，就可以轉化為推動你覺醒楷電力。就好似一粒蟲子食破土而出之前，一定要經歷土壤，割蟲幾枯，要乾渠幾歲楷，知識揀隔而劇蟲子係焦慮楷，隔蟲焦慮係除對未知楷，恐懼係對焦確破碎楷痛。你而家楷焦慮，正正細你靈性楷陣痛。處世道，必你去問各遭，足以扭轉乾坤。楷轉念之法。如果你而家正感覺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或者甲蟲揮之無去，海緊數咁，請你先冇好急住走，試下同自己講：陛下，我楷護法神嚟咗啦！隨想帶我哋清一地真相，隨想帶我返屋企。你準備好去聽下急急，一直被你忽略、被你壓抑其內在生依為。你準備好行入國片，足以吞噬恐懼，亦都足以催生絕無楷智慧之臨位。十甲片森林楷箭頭，有一件事木，有一面青銅正，仲有一堆枯蜷咗楷蟲子，正等緊你去認領。嗰度藏住你由凡夫轉向刮目楷。第一步由我好焦慮轉向我觀察到一個名為焦慮楷能量流過，一詞之差就細生同死楷朱嚟，細地獄同天堂楷界線。好多人覺得自己咁焦慮，細因為出面楷壓力，細因行戶口入面無夠底氣楷熟字，細職場上面隨時費俾人取代楷威資，或者細各段搖搖欲墜，籌到拆天楷關係。但細實佛學，楷底層羅直欲面呢，一切外界楷變動都只不過細緣
而無世因，就好似一棵屬海生、長莖、陽光、水分、泥土、係緣而各綠松子，先至是真正啟因。如果你內心冇隔離焦慮啟松子，就算出面啟風雨再大，頂多都細整濕你件衫，細撼動無到你啟靈魂噶。咁呢粒焦慮啟松子到底係低咩呢？闊陀合大乘利雲寺普光明藏經入面揭示咗一個被世人遺忘咗啟真相。處化今生之所以覺得苦，是因為我哋曾日想十般流不息，海河水浴面坐住一鑊永遠無廢水啟冰，嗰就細焦慮還冇提。請你仔細審下，你生命入面所有啟不安、細無細都緣屋一重，對決定性啟瘋狂執着。我哋想控制未來，想確保持續擁有，想愛人永遠無變心，想健康永遠無行下坡，想所有亦都跟住我啟心意去發展。間是火樹花逼我哋，天意架效能高，但又無比慈悲啟示時，世間萬法全部都是緣起性空，無因何嘢是永恆不變啟，變幻先至世宇宙間唯一啟行產。你試圖用各相充滿執着海手，想捉緊各份根本作無住害。安全感慨時候，各種善事同越王之間，啟落差就化成咗你心口。各股散無去啟窒息感，你無勢同生活作對，你勢同宇宙契基本法則作對呀。從感覺就好似合一條急流上面跳舞金，河水十度行時，堅十度行，因緣十度行。但係你偏偏想閣下急劃冰湖口魚，你越細用力踩，劃冰就碎得越快，你亦都越焦慮。食科學經典入面呢，從狀態被形容為兒歌，好有畫面感啟似心猿意馬。我低啟意念好似兒之造，固定啟馬流根，食過去啟後悔同未來，啟擔憂之間瘋狂跳嚟跳去。你發現咗未？當你衝緊涼啟時候，你覺身喺度啟緊開解時候，你覺身喺度審緊午餐食咩？你信食床準備各作豬啟時候，你個心正然食到盤旋緊促年，甚至後連個低連影都未有啟麻煩。你啟身體食當下，但是你啟靈魂食到流浪。你所焦慮啟嘢90%都冇發生過，甚至永遠都無謂發生。但是你假打腦分冇清，幻上同善事呀。呢腦海入面浮現我失業咗點算，或者佢無愛我啦點算呢低念頭海時候，你個身體已經當咗世真。你為咗覺低無存在啟幻影，付出咗真實而慘痛啟身體代價。吉就世佛經入面講，啟皇上，我哋竟然俾自己編句海劇本，學到魂不附體。科學為咗等我哋釐清呢場鬧劇，提出咗五蘊呢個概念。除因為而個人之所以有自我，係由色想城市呢五重元素砌成啟。焦慮主要細數五欲面啟受同埋想。當你產生咗一個擔憂海念頭，緊接住就引發咗一重情續海反饋。如果你啟着之而夠敏銳，你就可以瞬間的欲呢各算各欲免。你揮指住自己話我好焦慮，請你留意，當你講我好焦慮啟時候，你已經完成咗一場好危險海身份認同。你將價估短暫流動啟能量等同咗你自己。
你變咗焦慮本身，你被佢吞噬咗。但世四絕乎其人眼中呢，各交做資殘如殘，慘從屠師捉賤。本意世上保護自己，想俾自己一個安全感，但世廚屠得太多屍拿，一村又一村，最後反而將自己重重包裹於都於無道。我啲啟念頭就細覺低思，我哋為咗安全而去盤算，為咗未來而去焦慮，結果呢低念頭織成咗一個厚厚海繭，將我哋對當下海感之力，對生命海喜悅感，全部隔絕晒集出面。你誓自己親手之出嚟，解焦慮之檢獄面，覺得自細，覺得無力。但係佛法最奇妙啟轉機，亦都正正藏合呢份窒息感入面。佛法入面有一個好震撼啟觀點，叫做煩惱之菩提。呢句說話絕對無係咩心靈雞湯，而係一個深刻海能量轉化公式。如果你可以低穿焦慮嗰層衰運啟外橋，你會發現焦慮其實係你內覺醒意識啟真通。想象下，如果你對現狀100%滿意，如果你對未來完全冇決策，你就會好似溫水煮青蛙，更係平庸同麻木，欲面沉睡一世。焦慮之所以令你痛苦，係因為你開靈性正視途衝破招有開人之枷鎖。就好似蟲子踏破土而出之前，一定要經歷被泥土之入隔蟲至識揀。鳳凰十涅槃之前，一定要忍受烈火焚身啟諸痛。你而家覺蟲快要崩塌，海感覺其時勢，你覺自我慨殼正在碎裂凱聲音。焦慮無勢想毀滅你，處世要用那從直到無數伏啟推動力，逼你去運覺州，足以扭轉乾坤，啟轉念之法。真正啟轉念，無勢去神一低好聽啟說話理自己，而西開始神是假絕得招老啟冇到底細邊家。當你無再抗拒呢股能量，而係好似觀察一個路人咁去觀察佢，你會發現各我其實只是無數念頭碎片拼湊出嚟啟幻形。當你照見咗呢層衰幻，焦慮體根基就會開始鬆動。呢個就係佛陀教我諦啟第一步，不隨境轉，回光返照。時之下，我啲位跟隨一位叫做蕭達後生仔，行喐急片，神迷啟迷屈念，除擁有所有世俗人夢寐以求啟義，但係偏偏食夾份直至啟繁華入面，感受到咗最深重啟窒息感。除非食覺到遇到一面，可以奏出心上啟夜凝經，並且時刻按入面，同一堆枯萎啟蟲子相嘈，除啟精力，或者就係你此時此刻靈魂狀態啟蘇影。你準備好佢地下收打細點樣集隔藏靈魂啟火災入面，完成隔次經心動魄啟轉身未？呢架細棺木一架十及至接飯，話玉面枯萎。呢期故事亦都係我哋未家人現代生活入面不斷重複上演緊啟真實寫照。好耐以前，東方大地上面有一個叫做無憂城啟國家，講落都幾諷刺。雖然國名叫做無憂，但係呢座城入面海人，尤其係各低企勢、權力巔峰啟達官貴人，竟然大多都患上一種好奇怪佢惡習心計，係低食壞人面前意氣風發，但係私底下成日都覺得惶惶不可終日。係呢，
村人入面最受人注目。檜就細國為後生，檜父相修達。修達30歲就已經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佢擁有檜金銀珠寶，多到要用3座大庫房先至裝得晒。佢府邸入面低絲曹青，都好似雲金，美酒佳釀，每一都人互還。甚至連國王草理國事檜時候，都要先聽下修達檜意見。喺其他人眼中，修達檜人生已經細圓滿到極致。細呢，各世間所有凡夫俗子奮鬥記被指都追回到其終點，但細只有修達自己先知，識佢內心深處。其時養住一隻日日夜食到有趣靈魂檜怪獸，每當夜深人靜，嗰低歌舞生平慨煩。話散佢之後，嗰從講無出，好似潮水咁湧過離開，即息咁就為準時出現。除一個人坐10個塊好貴凱波斯地毯上面，望住窗外凱月光，但細偏偏覺得自己閣下無世間時凱土地，而細一片隨時為他落去凱流沙。各從焦慮細無窮不欲蓋，隨征而家手上檜全力為11夜之間，披征敵槍走。隨征國王急從陰晴不定檜寵愛位突然消失，隨更加徵自己辛辛苦苦經營檜你一切，揮食使臣超門急而卡，瞬間變做烏有。呢從焦慮搞到佢瞓都瞓無到，就算細最柔軟檜天鵝絨枕頭上面，佢都覺得自己條感應到好似鐵筋。最令佢痛苦檜細，佢發現自己失去咗一重能力，感受當下海能力。當佢食緊最鮮美，由遠方快馬加鞭遠過嚟檜嚟之檜時候，佢腦入面審緊檜細聽日早朝點樣應對挑戰。當佢接受緊眾人朝拜檜時候，佢對眼食到手試緊人群，想揾出邊個人撞住冷眼。甚至當隨最寵愛檜姬妾四隨海玉面四生講情話檜時候，佢感受到檜無世溫馨，而細呢份溫馨可以維持幾耐檜窮盡。處檜人生好似俾人按咗快進掣鍵，佢擁有一切，但是唯獨是貓擁有到而家。我到底經歷咩？佢無數次食深夜問自己，但是次次都仔細聽到內心各種空洞又淒涼檜遺想。為咗一毫呢從心計，修達問遍晒名一，格低名一開咗最名貴。檜說連最滋補檜人餐必佢，但細割低藥引落去，除咗增加各位檜負擔之外，對佢靈魂各從灼燒咁細一點幫助都冇。佢亦都試過用更加瘋狂檜享樂嚟麻痹自己。除合府邸入面舉行7日7夜檜酒池玉靈，想用粗粗檜聲去蓋過內心檜不安，但細每當歌舞升平檜時候，佢腦海入面總係會浮現出一個畫面：一棵參天大樹，食處最茂盛，檜時刻金報錯食到迅速腐爛。各從對未來檜恐懼，好似一根刺咗入骨髓，檜真咁拔無出嚟，但細又時刻引人作痛。仲無11格閒殘凄切，落葉紛飛檜秋日，修達做咗一格震動朝野檜決定。隨放低咗象徵權力檜金人，除咗各件沉重檜絲綢官袍，換上一身好簡陋檜粗麻衫，除無帶任何隨從，只係自己一個持住一支瘦肉薊麻，行向咗傳說中被詛咒亦都俾人神聖化咗檜迷密林。
聽講十甲片身臨楷，盡頭有一座被歲月遺忘咗楷建築，叫做枯木前院。院入面住咗一位從來未行出過山門半步海老和尚。當地人傳聞呢位老和尚手入面握住咗開啟生命本源海鎖匙，可以令人瞬間忘記所有憂愁。修達此時無在乎咩長生不老，亦都無在乎咩如化燈仙。佢只細求可以有一曲，哪怕只細短短契一曲，可以令佢心口各股愧有爆炸，啟展數感徹底填低。渠上食果古招六契，紅燎煙微渠。之前運到一塊乾上契招時，當修達行玉迷目，臨閣一下，四周圍海，空氣好似凝固咗咁。谷道低木無細白石契，而細大珠一重後中契，為食好絲一蒂黏稠契，亦提金將渠層層包過。處地湖道前方凱路，聽湖道森林玉面啟缺仔叫，甚至連身下芝麻柴食枯葉上面啟生，都顯得特別詭異同埋遙遠。從決對啟啱正同埋對未知啟恐懼，再次勾起咗佢內心各之怪獸。隨食物玉面穿行，簡絕加固素色契焦慮近，再次好似野河禁收近除契意時，佢開始懷疑自己世無世顛咗，放低咗常安海富貴，走嚟呢片鬼地方問死。就十渠絕得就快截息，準備調轉碼頭逃離呢片森林。啟時候，遠草突然傳嚟咗一聲好清脆海中響，當隔聲鐘響好清，但細又好似一把利劍金，瞬間劃破咗後眾凱密埋，直比比咁刺入修達凱意時，食覺一瞬間。修達海心跳靜然出現咗片刻，海平穩，處跟住鐘聲行過去，時生連凱依草空地上面，隨地到一棵半枯半溶啟菩提樹，樹上面有一座殘破到只乎地湖青各樣啟石屋，角度就是枯木殘院。一位老和尚正低住頭，好緩慢，好有節奏，咁揮動住手入面各把殘破啟手把，十到手緊，地面上面低落葉。修達落馬，由屋過道，枕崩同埋貴渠重重，咁貴雜地上面撞起咗一陣塵土，楚巴聲震晒，帶住一重接近崩潰啟哀潮。拜師救我心入面有一團火，快要跟我燒乾那。我擁有一切，但細好似一個就快尋死啟人咁，係救我。老和尚冇停低手上啟動作，甚至連頭都冇睇過。廚衣人好機計，好安穩，近灰動手，把把生蠔沙，但是又帶住一重，好似風吹過風鈴近啟穿透你帶嚟啟火呢？角靈入面低密細滅無道噶。老和尚玩玩咁睇其言，嗰對眼深邃到好似千年古潭，一滴漣漪都冇，但是偏偏好似可以一言啲穿修達背後嗰段繁華，又需幻慨半生。你想滅火，又先遞清楚呢團火到底是燒十財上面，定是燒十影子上面？修達呆咗閘度。老和尚呢句亦好似一句突如其來啟咒語咁，令到佢吉利狂亂跳動啟心，產生咗一絲微妙啟停讀認知。修達焦急咁辯解，大師呢，團火真真實實咁燒死我每一串血肉入面呀！我瞓無道，食無樂，我所有啟全是地位財富，細呢
一刻都變咗沉重慨所憐，壓到我喘無過氣。覺悟西影寺，甩個西和快要崩塌，慨人生也。老和尚中剝，停低咗手上把掃把渠，轉過身，指住石屋角線搖搖欲墜。凱門淡淡咁講：既然你覺得假團世真是凱火，今朝跟我玉離啦，玉離陛下。你凱焦律到底細咩樣？蕭達辛苦識一彈，踉踉蹌蹌咁跟住老和尚行入各間幽暗凱食屋，隨中為知道食果山門後面等緊徐啟剛。去世徐呢，世人第個最恐怖，亦都係最震撼海畫面，係吉道徐張威第一次正面對抗假之日夜有徐靈魂啟怪獸，橙事關乎直面心魔啟心理時宜時屋古證幻象呢，一切都會對應翻和弟每個人內心深處覺低，平時無敢去望凱角落，煎食乜入面低空斜，好凍好乾，帶住一重好陳皺，好似被歲月封印住咗海氣味。呢度某修達府邸入面，各低精製凱沉香，只有一重淡淡，草木燒完之後留低凱於味。老和尚手上各剪油燈，好威躍咁搖搖欲墜，將兩個人溪影字拉到好長，圖形十粗糙溪市場上面滴落好似一滴湖岸分溪幽靈咁。蕭達本來以為為戰到成屋經書或者細好神聖啟佛上，但細食屋入面簡陋到不得了，唯一是引導人注意啟四戶中間白住啟，一面河大啟青銅箭，開景帶住一重講無出啟鬼迷，正面無細平滑噶，而細布滿咗一滴勾勾凸凸海紋理，好似一滴岩漿滾完之後冷卻落嚟海節奏。喺昏暗凱燈光下面，正面閃爍住一重暗淡又憂心凱青紫色光芒。老和尚此時正前面示意修達行過去，快徑叫做夜迎正。老和尚把聲合空落落，凱房入面產生咗一低回音。佢照無出你個樣，照無出你個官位，亦都照無出你幾有錢。處為依照得到啟，是你呢一刻啟心傷。修達陛下啦，果之食你心入面住咗一世海怪獸，到底係咩樣？修達深呼吸一嘆，雙手握到拳頭，緊緊指甲都深深咁插咗入掌心，隨真珠金行到正前面。此處處自西見道正玉面有一團武符啟，黑形細到蠕動，但係隨住佢呼吸變得急促，隨住吉鼓熟悉，佢即息咁再次由心口湧上嚟，正入面佢畫面開始句裂撳扭曲抽離，最後定格。修達經窮今發現經入面竟然出現咗無數個自己，雜無同海時空入面瘋狂咁掙扎，佢哋到一個自己合金被輝煌喺宮殿玉面，瘋狂金實地上面捉金被，捉到指甲下流晒雪都無肯停。情愧面因為直到貪婪同經恐然扭曲到完全無視人樣，廚帝到令二果自己正對住二果空寥寥，口大海王做卑躬辭係，個個處食到發怒，眼神玉面全部都是卑微其討好同驚恐，好似只有個個王座上面啟人一個眼神，隨就為瞬間變做揮箭。廚中帝到而家自己跪勢一朵慢慢凋逝，前夫蓋花前面喊到間長寸斷，吉從絕望，好似凋落期無細花瓣，而細廚情急宇宙根。計話面交之埋一計，形成咗一股黑色憤怒海旋角，正入面隔低修達。
開始傳出其力海咆哮聲格，把聲正然穿透咗鏡面，直接刺入修達蓋靈魂。嗰就是喎。修達大汗淋漓，連退兩步，重跟上落時長道。點解呢？啲畫面令我跟自識，我胡想休呢一低呀。個胡是我胡師。老和尚把生衣然後冷徑佢慢慢行到正前面，吉對新帥祁然望住，經玉面混亂祁選歌。你第道啟無勢，你而勢你幫呢？吉世界落啟定義。老和尚伸出乾枯楷手指，指住正玉面角谷抓金碧楷形。你定義金錢就世安全緊，所以當前在流東楷時候，你為覺得生命受威時，你捉得越緊，你就越焦慮。廚專過指尖，指上個卑微楷形，你定義地位就世尊嚴。所以當你被冷落、被忽視契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卑微到好似塵緊。你企得越高，就越驚跌落嚟，最後取指向假朵殘花，前面很緊契人。你掂嘢擁有就世快樂，掂嘢無常就世痛苦。所以燈花開花落，緣起緣滅呢？低自然規律發生開時候，你費着得着王。老和尚轉過身，嗰盞微弱海油燈影住隨平正海面容同修達呢一刻慘白扭曲，海面形成咗好鮮明海對比。修達呢快勁交出離楷，無世你楷，命願而世，你親手為自己編織楷流龍，你楷焦慮，招世你幫萬事萬物貼上去契吉低標籤。你以為你是道追求幸福，其實你是道收至根鎖鏈。講完之後，老和尚霎虛空入面清清亦數，漸月面楷畫面瞬間消失變幻，嗰片書湖楷灰蒙蒙。修達貪咗雜地，大口咁鬥氣，除感覺到自己過去30年建立海人之世界，舌呢面古徑前面一寸一寸金崩塌。修達，你而家感受到慨焦慮，其實世徑入面低煙。老和尚低頭望住佢，你一味想用手去波散低煙，但係你無知，只要你熄咗格冒緊煙，契煲低煙自然就為山。格煲細咩？修達把聲好沙。嗰個煲就係你對永恆期妄想。老和尚淡淡咁講，你想所有亦都無變，你想自己永遠掌控，嗰就係焦慮開貨源。修達緊緊撳着住心口件衫，眼圈都攻埋。大師，但我可以點樣熄咗佢？格低窮居，世間真實。廚帝就係我楷說有玉面，是我迷一分，中楷呼色玉面。我冇辦法話放低就放低，我做無道呀。老和尚微微一笑，由懷入面攞出一把前別枯萎咗蓋重子，隨手沙死時屋，冰凍潮濕楷地面上面，今晚你就留時呢件事污。老和尚轉身行上門口，你蓋人物護世區，整色格團火，亦都無世區波散低煙。你楷人物細座細呢堆松子前面，望住廚帝。老和尚此細門口，回過頭，語氣變得非常嚴肅，無好祈禱廚帝發也，亦都無好埋怨廚帝確位。叫世根王住，當你幾時可以啲清楚呢？啲松子同你楷焦慮本質上係同一回事啟時候，你先可以見到真正楷轉念。文之呀，一聲關上咗，食污玉面重新跌入絕對楷安靜。修達自己一個面對住嗰堆死氣沉沉
愾松子，仲有角面好大，好似隨時為吞噬佢愾。夜影景，各一晚，修達覺得自己跌入咗無間地獄，出面低風生，好似厲鬼咁寒，而隨心欲眠，隔蟲焦慮。食呢一蟲絕對揩眼淨欲眠，開始咗一場前所未有瘋狂揩反撲。處胡之呢？谷子細胞落揩開始，櫥姜為十，黑暗入面仍離佢。人生入面最漫長亦都係最痛苦。揩一個夜晚，一場細化身時，靈魂深草溪生死決鬥。當所有埋在揩標籤被強行撕走，當一個人被迫時住，對揩眼淨欲眠，佢面對自己揩窮住，角度就試住成前事。最後一層大雨，文宣埋假一刻，是乜欲面，最後隔一絲光線都消失埋。修達而果，人座係黑暗欲面，搞下就細嗰堆鉗別揩蟲子，係計到揩安靜之中，簡關被無限放大。隨聽到自己速又亂晒大江揩夫失聲，聽到心口嗰裂不安揩心臟，食到瘋狂咁撞雞脷膏，甚至聽到血液食血管入面流動嗰重抄雜聲。從安靜變咗世界上最青海顯微鏡，櫥溪時出前看聽，食黑暗揩書空欲眠，佢後事聽到冤食經情揩精滴食到師生商量，點樣趁佢冇食到佢時候抄佢家，點樣食櫥低狗欲面落到，佢仲開始見到幻象，佢見到自己海皮膚係度以右眼地得到佢，熟到迅速鬆弛變前死亡。揩煙形正由角子向上蔓延，一點點咁吞噬撳住揩生命力。無得，我無可以死，逝呢度，我仲有咁多嘢會做。修達十心欲眠，瘋狂咁呐喊，佢想企反，起身走人，想逃回國。歌雖然壓抑，雖然充滿爾虞我詐，但起碼覺得熟悉，起碼令佢覺得有存在感。揩繁華世界，但是每當處親住地，想起身覺震。老和尚各對地穿一切，好似古潭金溪，現照為是櫥鬧入面浮線。櫥對角重，到好似慣咗千斤，死死咁被釘雜石屋揩地上面。呢個就是焦慮感，是黑暗欲面揩，最後反撲。當你試圖停低覺知不斷向捉嘢揩手，覺立心會好似癲咗揩嘢，受感更加猛烈咁攻擊你。點解呢？低蟲子無法捱啊！修達開始自言自語，把心帶住絕望揩酣窗，佢望住黑暗欲面角膜，意思揩蟲子輪廓，大腦開始控制糊珠金，產生各種妄想。如果聽朝太陽升起角陣呢？低蟲子發芽呢？細咪代表我揩焦慮就可以消失。如果櫥地永遠都細前曲，細咪如試住我揩，人生注定一場空。十呢蟲直到揩焦慮入面，修達做出咗一個好荒謬揩舉動。櫥跪時地上面，用自己揩體溫其溫暖各低前必揩蟲自可。櫥用手指尖時冰凍揩時烏地上面瘋狂跟刮，試圖幫櫥啲挖出一滴根本無存在揩養分。佢係到間於戰櫥，想用自己揩意志去控制蟲子揩生死，就好似櫥過去30年係圖控制、權力控制、財富控制人哋點樣評價櫥一樣，就合佢折騰到筋疲力盡，差低要衰托揩時候，老和尚無知幾時已經企咗閘佢身後，一展威若揩油
燈光亮齊，照亮咗修達國將狼狽到不得了，滿臉淚痕同泥土蓋面。你十度做緊咩啊？老和尚淡淡咁云：和氏都幫賤鋤帝呀！修達咆哮住，把聲沙細，而且好絕望。我頂無順那重荊子，我受不了呢種無能為力其感絕。如果鋤帝無虞，我就覺得自己食到屎近呀！老和尚行上前，用角尖輕輕撥咗一下角低蟲子，旋出清脆海碰撞聲。你而家對呢低蟲子海焦慮，同你對人生海焦慮一模一樣。你以為你食到斬窮，真其時你食到監窯根；你以為你食到夠做，緊其時你食到兔之近。老和尚突然攞起角水壺，完全冇爭就近將半壺凍水猛力淋落修達塊面度。食嗰陣冰涼似谷海，一瞬間修達成身震咗一下，腦入面覺低抄抄啟，政敵衰老啟換主，失敗啟恐懼，正然合角二叉那出現咗片刻啟空白。修達帝千草呢？老和尚把聲沉穩有力。蟲子之所以細蟲子細，因為佢內部包含咗生啟潛能，但亦都包含咗滅海必然。佢依家細乾枯啟，呢假細渠啟，相渠未來可能腐爛或者發芽，假加細渠完。係你偏偏想是呢一刻像潮處必國接過你。老和尚還低憂，只是燒打對眼，你啟焦慮。本質上勢同時間作對同因果倒刺。你將自己當成咗造物主，但勢無記得咗你，只不過勢呢萬千緣起，入面係一粒塵。燒打我就面上面低凍水，食嗰陣刺骨啟清涼玉面，隨突然醒覺到一個好恐怖但又好解脫啟事實。隨呢一世人所有啟痛苦，正然都細緣污除，想做一個永遠無廢書啟贏家。廚上跑，迎時間，想鎖死，幸福上，注決衰老，從對決定性啟，貪婪追潮，先至是落洗廚，靈魂啟嗰條麻繩。大師，如果唔去追求結果，咁我終點樣存在啊？修達攤坐細地，眼神渙散。老和尚席地而坐，整黑咗剪油燈，黑暗再次降臨。但係呢一次，黑暗入面多咗一份好特別海沉穩。既然你已經感覺到各重空啟恐懼，咁就冇好記住佢填滿佢，去感受各重包落啟痛。老和尚把生食黑暗入面慢慢流動。只有當你發現，就算你一無所有，甚至連呢國州落啟自己都無存在，啟時候真正啟力量先輝由虛無入面生出嚟。隨住燈火熄滅，修達合埋眼。呢一次佢嘗試無再用暴力去對抗各股令佢窒息啟壓力。除開始好似老和尚講，更無再審住點樣解決焦慮，而細嘗試去觀察佢。佢咁絕到焦慮，好似一條冰冷蓋蛇，先係由角掩爬上節序，然後死死咁落住隨角喉嚨。以前除非大愛掙扎，費事圖用名聲同財富處壓制，但係呢一次佢姿勢靜靜咁坐住，任由架鼓湖舒服啟感，決誓體內橫衝直撞。許十心入面默默咁同自己講，既然痛苦要嚟，咁就等佢嚟得再低啦。就係呢，從近乎絕望啟，全然接納玉面奇妙啟示發生咗。當處戶在試圖推啟嗰股震騷感，嗰股力量正然慢慢變得矛盾猙獰。
佢發現當佢將我同焦慮分開各陣，焦慮就好似一層路過海大魚，雖然聲勢好大，但勢根本傷害無到捉毀大地楷柱，柱感絕到自己楷，身體好似10度慢慢變得透明，10度包落，隨家各府相楷，身份各低草落楷財富，各低對人低楷妻旺，好似一層層前夫楷縮皮筋，十批按玉面落落生根跌落嚟，呢重包落勢好痛㗎，因為嗰個代表住除過去幾十年賴以生存啟意已食到話幾近，但係佢突然醒覺，自己之所以焦慮是因為佢一直好12個好大契人設入面，佢扮演緊成功者，扮演緊仗者，扮演緊一個一定要掌控一切契智者。當現時佢無長雞衰咗呢低人設各陣，佢感受到佢無勢失去而世真相，露出咗佢慨靈覺。原來我一直作住楷，只係一個根本無存在楷影。修達十心玉面，發出一聲長長慨嘆息。就合呢一瞬，隨突然感覺到心口隔塊壓咗幾年慨大石，竟然引腰裂開咗一條下，10條下身處無在勢無證，楷黑暗而勢一重從來未有過，叫做真空楷寧靜，目從勢無需要依附任何物質、任何名聲、任何人，心目中楷平價而存在，楷平靜。佢合黑眼入面坐咗好耐，直到窗外海月光穿過屋頂，凱蘭雅灑雜各低乾夫，海松子上面，隨再次望向各低松子，心入面無再有交集，法也也好，腐爛也好，嗰低都細松子楷命運，同住楷本身有咩關係？老和尚把聲再次響起。呢次把聲好近，但又好似隻天邊船高嚟咁。帝青草為更你胡在世嗰個一定要成功，契你胡在世嗰個無可以失敗，契你焦慮中可以置生死邊度，係只可以知生時你契只做玉面更而將和呢個卡包走成低契。就世情片虛空，修達真楷然，隨楷現神，玉面少咗一分精明同疲累，多咗一分通透海清澈。橙觀窩，靈魂啟示嚟，中窩嚟到曙光初現啟示刻，釋佛法入面有一重極高楷境界，叫做空而不空，無所得而無所不學。修達啟故事將為十呢度為我哋揭開各個足以改變所有人後半生楷中嘅密碼。清晨楷第一抹微光，小心翼翼咁穿過圓層，照入咗呢堅爛爛地楷石屋。修達企翻慈身，除正也跟花仙，之子個身體清到不得了。嗰重感覺就好似背負咗幾10年海重裝甲，中屋俾人拆走咗更，連低骨頭都透出一重前所未有海清爽。處行出時烏，往返旋環，嗰片令處差低知識楷微互連。呢個時候沉默係陽光，下面慢慢散去，光線穿過樹葉之間契，霎時化成千萬條金燦燦契絲線。隨赫然發現各低順晚低落扭曲到好似力軌，隨時會吞咗佢楷膚之集神光，下面竟然呈現出一重蒼盡孤獨，但係又充滿生命形成楷美感。個時界齊時冇變過，山依然細，嗰座山木依然細，嗰長木
但係修達嚴中慨，世界已經完全無同晒啦。老和尚無知幾時已經企咗雜葛拖半枯半榕海菩提樹下面，翹首玉面攞住翼角殘皺契木盆，正將選玩灑屎地上面各低乾別，毛髮也契重字，一粒一粒直反起，放反玉盤玉面，大師取低中細毛髮也。蕭達行過去語次好平和，內心唔再有純晚各重瘋狂契焦急同埋急切。老和尚笑咗笑，個笑容入面透住一重遞穿萬古，亦都包容萬古海慈悲。花也須有餘路，須有泥土，須有合地契時機，知細心入面蓋滯，等細面入面蓋殘。修達，你而家仲想無想整熄心入面各團火啊？修達搖咗搖頭，望住自己對手掌心，海紋理雜陽光下面清清楚楚，嗰團火已經無再燒啦。因為我發現之前我之所以覺得熱，係因為我成日想食隔團火上面烤出我想要契果實，而家頗綜合到。但我已經無再細個塊等住俾人烤開肉，我變咗做遞火開人。老和尚欣慰咁點咗點頭，由木盤入面揸起一粒松子，放入蕭達啟手心，個就細妙有。當你經歷過真空，遞穿咗一切都勢衰幻海時候，你並冇誓要消及咁避世，而誓要帶住呢份清醒，重新翻去你海生活入面。你依然可以做你蓋府商，依然可以治理你害國家，但你冇再勢全力蓋奴隸，你勢全力蓋主人，因為你知得到西元起，失去西元滅，你力心已經無再食得食之堅當嚟當佢啦。蕭達緊緊緊握住嗰粒松子，廚揀絕到一重真時，後仲其力量揀。又着底生齊，各從事渾全無同屋，是屬全力其力量。各從事胡輪身，嘈咪絕症都可以自生歡喜，如玉不動其定力。隨告別咗老和尚，騎翻上各支瘦馬，重新行入各片林。呢一次除某快馬加鞭，而是慢慢咁行，心想住露水由葉尖跌落嚟個。而卡感受住風吹過三角各陣清涼，當隨翻到湖幽情各陣，情文依然細咁巢，正底卡煙線依然是晏曹煎，是住堆至瑤山，卡公雲依然等緊草雷，但細合修達眼中呢，一切都變成咗一場好大好有趣海棋局，廚二人努力工作。依人愛護家人，甚至比以前更加精進。只不過當偶偶吉鼓手識啟招劣簡，再次想超除心滿啟時候，處只需要微微一笑，使心欲面，輕聲講一句：哇，你又嚟啦，起座飲杯茶啦，就合吉一瞬間，焦慮就化成咗覺醒海養分，嗰就勢轉現。其中直奧爾無勢逃離風暴，而係是風暴。其中心收出一粒，好似大地更穩陣，無謂隨便動搖其心。修達海故事雖然告一段落，但細流逝和低每隔人心入面其震盪，先至儼然開始。好多人會問，點解只細去咗一趟深山？遞咗一晚松子，一個深陷焦慮海人就可以脫胎換骨。嗱，嗰背後其實隱藏住佛學入面最核心其依史邏輯。我哋一定要先遞清楚一架真相。焦慮之所以可以折磨你，係因為你逼咗佢一架實體其地位。十佛學遞嚟我哋所有慨情去同埋念頭。本質上都細變記所責成，漸殘低講就細，
我弟格勒，妄想慨心，十原本空啷啷蓋須空欲眠。嘉應畫咗好多恐怖慨幻決出嚟，然後自己被自己話出嚟慨鬼賀到半死。你焦慮金錢，本質上細，你合銀行戶口各串數字，上面加咗安全感同埋尊嚴海幻象。你焦慮關細，本質上細合對方啟言行欲面，投射咗自我價值海渴望。當你更呢低壞在邊嚟邊去凱爺，當情你生命唯一凱頂梁柱吉陣，只要風一吹，你情吉精神世界就會產生巨力啟遊橫。從搖晃就思和低感受到啟焦慮，霍作交和地凱轉念，並無世交尼處神，一地啟心啟時利也，做低痛苦個個交逃避，無世轉念，真正啟轉念逝去叉仔各各和。呢位發現食所有焦慮啟句式肉面，開頭永遠係我精失敗，我精丟面，我精未來過得唔好，食為是終其智慧。肉面啊，各和被稱為莫那時，隨口是一個好直續凱管家禽，因為過度保護，搞到佢對出面任何風吹草動都產生咗過敏反應。但係如果我啲可以講是個由我切換到觀察者其時個奇蹟就會發生。當你覺得叫落吉陣，時刻實心入面同自己講，我觀察到有一股叫做趙樂啟能量，十磨心口升起，留意翻係佢十度升起，而無細磨毫焦慮。你可以拉開呢層距離，你就不再細價格千親慨人，而細變咗做企閘岸邊低水花慨人。各依期你就不再被呢觀能量去定義。再深一層地，焦慮其實係一重能量慨錯位，所有啟焦慮本質上都係生命力，食到運出路。當你擁有將大海靈魂能量，但細臂就有殺矮啟認知格局困住格真，呢股能量就為細體內不斷撞擊，產生燒灼感。所以煩惱之菩提，格格令你痛苦到想撞牆，啟能量同埋格格可以令你覺醒地清世界真相啟能量，其實係同一份原動力。就好似修達什故事入面悟道根，佢無再細，嗰塊俾焦慮之火燒緊凱肉，佢變咗做地火凱人，轉現凱真地，債污改變我地同焦慮啟關係。你無需要去消滅焦慮，因為你越想消滅處，你就越試試到位戰處能量。你要做啟細地倉佢格重，紙老虎啟本質，除冇時睇佢仔細，由你過去啟繼而對未來啟妄想，同埋當下啟身體反應詞出嚟啟一場異時電影。當你無再被劇情帶住行，而係開始研究呢部放映機細點樣運作，啟時候隔牆令你驚到發抖，啟經歷片自然就失去咗佢害威脅。呢重認知啟位移，就是由迷到無啟瞬間，是呢隔瞬間，你無再係一格受害者，你係一格覺醒啟觀察者。你為明白生活入面各低起伏，不過細緻性大海入面泛起蓋幾朵浪花，浪花高低低低，又點樣可以動搖大海深楚啟直境呢？而家請你試下再次感受一下自己啟內心嗰股原本令你坐立不安啟焦慮，細咪變得輕盈咗少少。佛陀12,000幾年前就已經話咗個答案。
必我諦聽集呢個世界上冇任何也世，真正可以傷害到你海，除咗你自己。各粒冇經過訓練，不停向外擲也海深，所有海不安都自世因為你暫時冇記得咗，你原本就擁有一粒圓滿直境而且具足智慧海本心。焦慮只不過世呢粒本心被浮雲遮住各陣，因為渴望陽光而發出慨一聲嘆息。請永遠記得，你護世假假被命運巨浪拍打蓋碎片，你本身就世假片大海，浪花蓋翻用四處蓋生機，而新草蓋知徑先至四處蓋品質。下次當嗰股熟悉啟知識感再次食嚟，請你無好走，亦都無好到。請你微微挺起胸膛，好似假為食霧林，入面決成凱燒達金，對自己講：多謝呢股能量，又嚟提醒我細時候回頭啦。生活無謂因為你削時咗轉念就變得一帆風順，但細你為發現你開始擁有一重集大魚入面跳舞凱從容，各從從容。無世因為你解決咗所有麻煩，而世因為你中屋遞穿咗各低麻煩。不過世意時投射出嚟海市蜃樓。食呢吉金巢金東當蓋市代，可以靜下心嚟。聽到呢度蓋，你內心一定有住好深厚蓋善根。呢重善根就是你自性玉面啟光。如果你覺得呢段智慧對你有啲啟發，哪怕仔細令你集格一瞬，堅決得釋懷咗，都請你將呢份光傳出去，或者你啟一次點讚，一個分享，就可以變做某位正草護黑暗邊緣啟朋友。果生話破迷鬱啟中想，你世呢？長明為人生啟夢境入面，昨日帝清夢幻轉念決成。最後，我想邀請你食評論歐留低你而家最想對各一直以嚟辛苦焦慮海自己講海一句話，等我帝世雲志啟見證之下，共同完成呢場靈魂啟放低同埋重生。而水源之在先戰霍圖戰獲帝下子再見。